今日買咗呢啲芋頭仔，蒸早餐嘅時候順便將佢蒸一蒸，唔使蒸好耐嘅喎，大約蒸5分鐘。攤凍咗之後將佢搣皮，然後切角。今日用佢嚟炆五花腩。薑蒜起鑊，煎香之後將啲薑蒜攞出嚟，然後加入啲五花腩，兩邊煎香佢。煎香之後喺鑊邊蘸少少燒酒，然後加入一啲南乳。因為五花腩唔係好多，所以我只加咗1茶匙嘅南乳。用慢火炒香之後，將剛剛煎香咗嘅薑蒜回鑊一齊翻炒，跟住蘸上一啲豉油，加少少糖，加入一啲滾水，再用老抽增添顏色，冚上鑊蓋燜10分鐘左右，燜到啲五花腩差唔多腍啦。呢個時候就加入埋啲芋仔一齊燜，大約燜多10分鐘，最後加入一紮蔥，埋翻一個蠔油芡汁，煮熟翻個芡汁就完成噶啦。呢個芋仔燜五花肉好惹味，好好餸飯噶，你哋都試下啦。